一辆红色的日飞驰而来，方向西国文名称上述人呀江航称。这部车子里向坐下一位老客人，不但不豆腐水不泡，头上向戴一顶绿帽，身上向一套火漆的黑色的西装，脚上向一双鲤鱼鞋。头颈里向戴根领导，看上去虽然不那正规，但是出在是鲜血旁通红。头颈里向挂好一只半身球的科尼卡的照相机，各种人的打扮也是得上述俚语发。此人山东人，山东济人毛家庄大支部书记叫马清贤。那么你到上述来说题，就是最近啊，亲戚了报纸上向看见一篇报道，这篇报道呢，就是介绍你上述江航村党支部书记常德胜。说常德胜这个人三姑娘教育落空为生，实江航村啊已经见识到了三姑娘所谓之一个落有天堂。老母不相信，为的上不相信自个辣山东还有点名气。这报纸上向经常有交代，但是往往一篇报道有辰光也记出一栋诗，可以打脱个头，为何打脱上脚？那别家的一个报道是可以活跃的嘞。不相信一个心动，这位从山东赶到上述，现在当一部的不忙成江来。到江城桌子的我来，人到外市，达到江昂大桥，对着门前一看，哎呦，不得了嘞！再看见一双双新式的别墅啊，这个地方上面还是农民住的房子啊，三个大字夫人区着。拉往个油菜花铺那个地里向，三姑娘经济谈，三姑娘最近是一幅美丽的图。这个山东人已经有点服帖了，俺倒已经有点服帖了啊！哎，前面浪向还有一个人，李家林玉英今年32岁，最多的头发蛮时髦，一双眼睛有点闪，不但尖尖细密嘛，就是治国大地切。衣着鲜艳不华钱，看来像糯米干。昨日四川村里500个人不认得哩，去年李个儿子阿妹出车死脱，乃至随之刺激神经出治毛病者。引去的该大长时间努力送达顺利到医院去看病，那么病情稍微有点稳定。别个外头油菜花一开啊，也不来着，那个南京也打错在。这不里好的了呀！南郎做啥呀？哎，你这位女同志，你是在叫俺吗？我老海南玩。什么叫南啊？南嘛就是你，你嘛就是南，我嘛就是我的长处上的南嘛就是你。你这个山东人，吃嘛懂，一懂也不懂。俺是从山东过来的。傻哥，俺实在是吃嘛懂个。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你嘛就是南。哎，这个人这个地方有毛病了啊！真那个些辰光，见他我有一个来趟，带上老先生。老先生，哎，你不要生气啊！为啥？哎，他这个地方啊，打错，有病了啊！老先生，哎，我说老人家，嘿嘿，你是外地人吧？对，俺是从山东过来的。哇，走什么的呀？俺不是来卖身家的，俺
俺是来寻宝的。新宝贝。对嘞。新古董。新宝哥。新古董出来这叫。哎呀，新宝贝，新古董，蛮辛苦的。不辛苦不辛苦。我说老人家，慢着慢着，刚才这个女同志她说的唱说话，俺听不懂。为啥你这个唱说话俺就听得懂呢？哎呀，你讲的么是掺入普通话，就是掺入文话。唱说话。听得懂了。老先生，来，到我家里来收拾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没有关系的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我的长时间一直会找我的一个，要分明礼貌，帮手别人，应当的呀。来，收拾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多谢。来，他来这个客气，热心哦。哪里偷在自家屋里门口的嘛？偷着藤杆一过来，为怕被说。哎呀，老先生，来，对妹子。藤高遇上轻舟。好，多谢。吃杯酒。好。哎呀，虽然你个闲话听不大懂，但是你个热情，那么是可以感觉。我说老人家，哪来了？刚才你是在说这个唱书记？这个唱书记可就是这个唱笛声书记。真是哇！难道山东就晓得这个？哎呀，俺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嘞。我说走了，我的长时间表我难读山东。该不仅要才晓得这个。该嘛呢？陈江16大代表，优秀共产党员，全国劳动模范，不仅是要玩开如开在。好。好。我说这个老人家，俺要打听一个事情嘞。啥了？你们这个唱书记，这个乐，怎么样？那看我的店里怎么样？好。我的职网怎么样？好。我的各大厂房怎么样？起牌。我的中心城怎么样？你问一问我们每家人家动地都来怎么样？你还要晓得我的小松子穷来怎么样？你就晓得我的长时间好来怎么样？个来他不没位看看，玩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怎么样？我说老人家，俺就是要知道这个怎么样。那就是要晓得。我来无难听啊。你说。那么你在那里顶顶洋个啥胡子呀？是今后我的长时间好来中举。你个么叫以小见大个。一点是么检讨呀。对了。老客人。我的个小官人。什么叫小官人？小官人嘛就是小官人，小官人嘛就是老公，老公嘛就是那丈夫。听懂了。懂。你的这个丈夫怎么样呢？中学。要是参个不一样。你的丈夫也是村干部。老早死在。是嘞。别个给临时时代有一桩心愿，有个心愿，难道猜看？晓得我里老的临时时代心愿啥个事体？这个哪猜得上去？这个倒猜不着。好的，不要难猜，难猜也猜不着。那晓得？我的小官人该想拍一张照片。俺懂了。该是讲你把照片个。临时这个前头要拍一个照片。留给我老太婆做一个纪念，3个到千几盖个展光嘛，好可。那么家里边没有相片的。不个呀。怎么会没有呢？这些辰光拍照片市场都是记载呀。不然今朝能干嘛没啥事情是啦？那可能呢？怎么样？该来兄弟的顾家照相机们看你看了。我说老人家，你倒心法了啊！哪来了？你怎么知道俺这个照相机这个配置是可尼卡的呢？哎呀，我的三子不像的嘛，但那一特是一样的。哎呀，
哎呦，我说老人家，你在戳俺眉头来啊！别个该要我在。哦，又要还了。那不要动去啊！哦，那不要动去。好好好。该要我在，我叫上个手木相机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条件好啊。随便啥么子叫见得都不是之在呀。哎，对了对了。就讲我的讲嘛。兄弟炒爸爸，现在小鼻子。兄弟这两天高胡子，现在在忙不识字。兄弟一股加大做买上去，现在保姆办事小红鸡们饿得林子烧小吃。来，他不肯下一头啊！哎呀，这个地方真是好条件嘞！老三东我讲到哪里呀？哦，哪是呢？记进得来，讲得路他忘记脱了。我说老人家，刚才你在说，你这个丈夫临死之前要拍一个照片。对，想啥子？你这个男的要拍一张照片。对，拍一张照片嘛，你自家也最不动噻。不办法嘛，托上书几十。还有啥？再相关的个人去请得来吧。那么搿日子大，我记得哇，西桥落头鱼。驾驶机一家书一家你到街浪向照相馆里，请别人家来打我里牢牢地拍照片。不晓得别人家不看来呀？为啥不肯来呢？给不到他是人家么出门的个。哎，这个人还没有死嘞。死没分死呀？但是错是呀，错不得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那么害羞的嘛。龙盖嘎子哇。啥世纪？眼睁之中，我村里向为拍照片的一个人去偷得来。就里讲，这个人是乡里的秘书呀。还给来拍照片。那，就是这张照片了。就是这张相。难道拍来哪呢？这个照片拍得好啊。好。你这个丈夫笑嘻嘻的。哎呀，一双眼睛三勾弯勾呀！我跑到东嘛该看到我东，我跑到西嘛该望到我西，我到厨房间里嘛。你到厨房里面他不干了。该妖怪了让看我。他不会转弯抹过的看的。那不晓得我心里有数嘛？我的小官人该是妖怪了让看我呀。感情好，感情好。那我到这张照片，几个人？一个人。两个人。一个人。两个人。那看来看去是一个人，你怎么说是两个人呢？是两个人呀。怎么会是两个人呢？我来听。一本正经拿别人家偷得来拍照片，不晓得你个来了实话实不去，拍不成功的呀。那么哪弄法呢？上世纪真的还讲侬你来了白了身了，那么看了你个胸口的，眼珠子长，拍人里南一张照片，可让开一个人，实不子么两个人呀。后边这个人就是常书记。真是哇！这个常书记真是不简单了。简单。不简单了。简单。怎么个简单呢？恁这个记录3斗好在。3多。那咱时间打2个门办农业，农业高产米2斗；打2个门办副业，副业兴旺钞票斗；打2个门办工业，工业发展小山斗3斗记录好在简单。这3个人唱3光背哇！你讲是讲得简单的，这也记了3斗，但是我还是称之是有体会了。你只要做到这个3斗是不容易桩事体呀，这个算是为民办实事。这样看起来，我要当面去请教上书记的。想到大地么人立起来要想去。那做啥的？俺要做嘞。哎呀，那还是要新包啦。对了。收股东啊啦。不是收股东哎。哎呀，我屋里头有宝贝。家里边有宝。什么宝呢？3样宝。3个宝。第一件嘛，我只能听见话。一张照片是照片，3要拍嘛拍不上在，还是一包。这张照片是个宝，我一看送不来，你不会送给俺的。好在喂，是咯。那还有2包呢？还有2包。我来弄不难看，干什？好。来套袋里向去，拿出一块血胖大红的大红布，
侬一样么子摆得方方正正，面孔严肃，一本正经地走出来。这个算不的，方方正正。哎，我说老人家，我这个胆子蛮小的呀，这是啥东西嘞？包啊！这啥个包啊？我不难看啊！轻咚咚在袋子浪向一放，红布头搞开来嘛，来套三姑娘比试法，里向一只白木的小方灯。这是包啊？哎喂！栏目一看嘛，一只小方灯，这个灯子嘛，就山东人家高人家有，哪是笨？这个灯子怎么是个宝呢？哎呀，一只灯子一本事呀！哦，我打你讲呢，哪个事体也晓得？哎，上世纪大领导搞经济喊子起来，每个人家侪要赚房子赚。上世纪屋里向房子啥么一搞啥个，立马500功夫了老关心。啥么一天。那想着一回转去，辣浪长城两4吃。回到屋里一看么，想啥不对完，拿根皮草一量，勾住。东面搿间房子比原来规定的尺寸方尺子一尺子，哪里不对账？面孔一摆，关键搿多个高举步还出来。高举步嘛就是高小，高小嘛就是老步，老步嘛就是妻子。说这个哪来是讲？该个国教育规定管，倘是每个人家侪像你自家副医生做只方出去啥个是违当来的，当机立断，规则相对擦脱，放量随头，老百姓大家侪看眼头这样，监理啥么子啊？切妻子大嘴头监理断粮书记，一段木头坏了半边，我想不舍得哇，美元医师官。拿到屋里，为着么这样组织一只小灯子留作纪念？俺就不懂了。你要纪念做别的东西也可以，为什么要做一个小方灯呢？哎呀，那不晓得。我个儿子要是参加不？我组织搿只小灯子，本地儿子每日去夜里大家做，等于每日去夜里的让规则里，来做干部，要像上得生自家做人民爱戴个海党有敬重的海干部。看见里只小灯子嘛，三哥看见我里张书记个天风呀亮节。慢，我说老人家这句话你说错了。哪能错？这是一句成语嘞，叫高风亮节。天风亮节，天浪风嘛，再高在天风亮节嘛，不错个。那他们总归不错个。好，天风亮节，倒是个宝啊。那么到里只灯子还是宝？是宝。那么还有一件宝呢？还有第3件宝。粥啊。咦，吃个粥啊？稀饭。没。来，他石上头里想着桩事体嘛，轰上来气这里忙着外头哟，眼睛直冲啊冲过去，至少嘛在屋间里向，辣浪啥么子，一些些功夫等伊回出来着。老先生，我说老人家，引起的难提醒我。怎么样？辣浪烧粥。那不提醒我们，腰子做菜谱个子。粥。要烧来发不飞，吃粥的辰光要发辣发热，干做小菜嘛要发发淡，村里侪晓得个，有老汤铺烧粥么呢？酱要烧对挑对蘸。那个烂他到底年纪多在？刚上子个做了说心讲做在，个办不得不讲子。咱们这个粥的事情慢慢再说。现在要知道这第3件什么宝呢？那还是到底年纪都在。那非忙有个。刚刚就是要讲你个粥呀，粥么就是宝，宝么就是粥呀，不讲粥么啥地方来个第3件宝贝？那这个粥怎么是个宝呢？那听我话呢。上世纪教大你讲，你讲要建设成功，工厂是公有。公务是领有，有也是国有，村里啥有像国有，要帮我们江城建设社会，社会是你个乐有，为之啥了？你几十年时一直拼命的工作，不知疲倦，吃饭不当顿，得啥子严重的违例。老百姓看了眼里，急了心里哪不拿弄把你送不里去补品，
随便拿不算，送不里去人生一摊子走来走，不办法弄改讲。怎么办呢？搿来么啦？到底我老太婆聪明。你怎么聪明呢？想出来一个办法。说好子一碗不咸不饱，不辣不热的粥，等我的炸书记来，我到炸书记啊，你碗粥么不是少动点，啦，难怪难吃么子。该到吃个呀。他都吃的嘞。不晓得不对子了。这个三十一手实实把村民们大家侪晓得噻。那是从今有家是今朝晓得啥书记要得村的东湾里去，村东湾头高高老百姓三下子做了等啥书记来，今朝晓得啥书记要得村的西湾头去，村的西湾头每讲人家三下子做了等里去。这个一碗粥不是普普通通一碗粥，这碗粥是吃动的嘛，不是个一碗粥。这碗粥是用人证明的办法打个一碗粥，这个一碗粥是江杭村的老百姓为人民海关上的身，捧出一口一口出人的心。这个一碗粥胜比千两黄金重，这个一碗粥是当心民心何以容？老山东老先生难道无看一碗粥，是包老不是包家？是包啊！这个母亲是守得文质彬彬的人，听到挨打的呀，至少这个人还会得激动。这个一碗粥是，那出自动地人是麻烦啥个？一共产党谁是需要啥个一碗粥啊？俺服了，俺服了。一张扎皮，一头的，一张小灯，一口心，心作一碗，是否家宝？他离席了大红村民，心与心。为什么家经济能发出？为什么这江城成了西国文明城，成了富裕的小康城？为什么世纪他谁知的明星？我等开貌似几真能见，这宁阳镇江杭村江南水乡的红旗，曾红旗凛凛风之红旗，飘去人是尘红旗，一句是飞马奔中旗下，一个大女人，这大女人谁是世纪上的人？成了亲儿，听得村民收拾的人我的
听劝，佛了你这上的身。我说，到此了。哎，老先生，恁到啥地方过？不瞒你说，俺是从山东过来，向江乡人民学习，向常书记来取经来的。啥么子？恁来取经个？对嘞。那个玩意倒是山东上哎。俺现在马上就要走，当面会一会常书记。去办的，常书记。对。恁不要开车，常书记马上要来噻。他要来的。就说好在外。他怎么会来呢？哎，如今医疗发病在外，给医药侬给送到医院里看噻。哦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真的。所以那个些人光只听见俺的。那，阿是我的常书记来噻呢。来，老先生，我到南开办的我的常书记吧。好，走。